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係一種評估產品、服務或者活動成個生命週期入邊對環境影響嘅方法。生命週期評估就好似俾產品做一次全身健康檢查咁，不過檢查嘅唔係血壓、血糖，即係唔係現時產品嘅狀況，而係佢由出生、原料開採去到死亡、廢棄處理對環境嘅影響。進行生命週期評估需要遵從一系列嘅標準同埋指引，以確保評估嘅準確性同埋可比性。透過遵從呢一啲標準同埋指引，可以確保生命週期評估嘅準確性、可比性同埋透明度，從而幫助企業同埋組織更加容易咁去理解佢哋嘅產品或者活動嘅影響，並制定相應嘅改進措施。